上期我哋講到脂肪肝其實唔單止係肝臟儲脂肪咁簡單，背後真正出問題嘅其實係整個身體嘅代謝系統。而好多朋友最想知道嘅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：脂肪肝到底可唔可以逆轉？喺呢份脂肪性肝病防治指南入面明確講咗，早期嘅脂肪肝其實係可以100%逆轉嘅。呢度都俾大家一粒定心丸。脂肪肝只要及早發現同埋用啱方法，肝臟其實係有機會慢慢恢復返健康狀態嘅。咁到底點樣做先可以逆轉？接落嚟我哋會一步一步拆解。先嚟講第一個核心，就係減重。醫學指南入面講得非常直接，減重係逆轉脂肪肝最重要嘅基石。但要注意，呢度講嘅絕對唔係叫你瘋狂節食，餓到頭暈眼花嗰種減肥。佢提倡嘅反而係一種階梯式減重。因為好多人成日減肥失敗，唔係因為唔努力，而係一開始就逼自己，我要1個月暴瘦20磅，我要即刻瘦返以前嘅身形，結果壓力越嚟越大，最後好容易崩潰。但呢份醫學指南入面話，其實你根本唔需要一下子減好多，只要先減到目前體重嘅3%至5%，身體已經開始得到好大嘅改善，甚至可以話已經成功解鎖逆轉脂肪肝嘅第一個成就。好多人會問，減3%真係有咁大作用咩？例如一個150磅嘅人，3%其實只係減4-5磅左右，聽落好似唔算好多。但關鍵在於身體消耗脂肪其實係有優先次序嘅。呢度要講一下生理學機制嘅邏輯。當我哋開始製造熱量缺口，開始減肥嘅時候，身體最先消耗嘅往往唔係肚腩或者大腿嗰啲皮下脂肪，而係內臟脂肪同埋積聚喺肝臟入面嘅異位脂肪。因為對身體嚟講，呢啲脂肪威脅最大。人體其實好聰明，佢會優先清理最危險嘅地方。所以有時你可能只係輕咗幾磅，但其實你個肝已經偷偷卸低咗一大座山。如果你繼續努力，將體重減到7至10%，甚至可以明顯改善肝臟嘅炎症。而如果減幅超過10%，仲有機會逆轉部分纖維化。所以真係唔需要盲目追求速瘦，因為你每減1磅，某程度上都係喺度救自己個肝。呢度講嘅減重唔係為咗容貌焦慮，而係為咗將身體慢慢救翻出嚟。咁既然講到減重，自然就避唔開食呢個問題。呢份指南入面唔單止講到食乜嘢對脂肪肝好，更加深入提到幾時食、點樣食，其實都好重要。而喺眾多飲食模式入面，指南首先推薦嘅就係地中海飲食模式。佢嘅核心概念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多食高纖維蔬菜，用全穀物取代我哋平時食開嘅精緻澱粉，再配合優質蛋白質，例如雞蛋、深海魚等等，同埋適量嘅初榨橄欖油。點解呢種飲食對脂肪肝特別有幫助？因為佢背後最核心嘅作用就係幫身體抗炎嘅同時，減輕胰島素系統嘅負擔，令代謝慢慢回復正常狀態。而指南入面亦都非常清楚咁劃出幾個雷區，其中最需要避開嘅就係過度加工食品，尤其係含糖飲品。呢度一定要特別講一下，果糖其實係脂肪肝嘅高效催化劑。咁點解果糖會咁傷肝呢？關鍵就在於果糖同葡萄糖代謝方式完全唔同。當我哋食飯、食麵、攝取葡萄糖嘅時候，身體好多器官包括肌肉、大腦都可以幫手消耗，即係全身一齊分擔。但果糖唔同，佢嘅代謝路線非常單一，幾乎100%都只能交俾肝臟處理。就好似全城有好多條馬路，但最後所有車都被逼塞去同一個收費站。當大量果糖不停湧入肝臟，肝就會被逼高速運轉，最後好容易將多餘糖分直接轉化成脂肪。如果你飲咗一杯奶茶，大量果糖會喺短時間內一次過湧入肝臟，咁嗰個原本已經好忙嘅收費站，瞬時間超負荷，而處理唔切嘅果糖，最後會點呢？佢哋會直接喺肝臟入面被強制轉化成脂肪，然後囤積落嚟。而最值得留意嘅係，問題唔單止在於肝入面嘅脂肪越積越多，佢仲會進一步惡化我哋先前講過嘅胰島素阻抗。
即係話每飲一杯高糖奶茶，表面上好似只係攝取多咗啲糖分，但實際上可能正一步一步加速身體代謝失衡，令脂肪肝、肥胖同血糖問題形成惡性循環。所以呢份指南甚至咁樣形容，一杯高果糖奶茶對肝臟造成嘅衝擊幾乎係核彈級別嘅。聽落好似誇張，但背後其實係有完整代謝機制支持嘅。所以想逆轉脂肪肝，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原則就係盡量遠離高果糖飲品。而講到呢度，指南入面仲揭秘咗一個幾乎唔使花錢，但效果非常強嘅逆轉方法，就係14小時輕斷食，可以話係性價比極高嘅養生方式。原理其實唔複雜，即係將每日進食時間壓縮喺10小時之內，剩低嘅14個鐘淨係飲水唔進食。例如朝早9點食第一餐，夜晚7點前就要食完最後一餐，之後就唔好再食宵夜啦。指南入面甚至提到，就算你食物種類完全唔變，只係單純將晚餐食早啲，戒甩宵夜，確保14個鐘唔食嘢，肝臟其實已經可以明顯受惠。咁點解會有咁大效果呢？呢個其實唔係咩神奇魔法，而係因為你精準利用咗人體本身嘅生物節律。指南入面仲特別引用咗北京大學嘅研究，去解釋呢14個鐘之內身體究竟發生咗咩事。當你停止進食大概10至12個鐘之後，肝臟入面儲存嘅糖原基本上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，即係原本最容易燒嘅燃料用得差唔多啦。身體為咗繼續功能，就必須切換模式，佢會開始大量燃燒儲存脂肪，而呢個過程醫學上叫做生酮反應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從來都唔俾身體有足夠時間空腹，身體就會一直優先燒你啱啱食落肚嘅糖分，根本輪唔到去消耗肝臟入面堆積嘅脂肪。但好多人成日都係咁，日頭控制得幾好，一到夜晚就忍唔住食宵夜、食甜品或者飲高糖飲品。表面上好似只係食多幾啖，但其實等於不斷向肝臟補貨，令佢24小時都忙於處理脂肪同糖分，根本冇機會好好清貨。而呢14個鐘禁食時間嘅價值，唔單止係幫助身體燃燒脂肪咁簡單，呢14個鐘更重要嘅意義係令消化系統真正停工休息。而喺呢14個鐘嘅空腹期間，腸道入面其實正發生緊一連串對身體有利嘅變化。研究發現，當身體長時間冇食物進入腸道，一啲有益菌就會開始變得更加活躍。呢啲物質唔單止可以為腸道細胞提供能量，幫助維持腸道屏障健康，仲有助減低發炎嘅反應，改善胰島素阻抗，對脂肪肝患者嚟講都特別有幫助。就等於係身體趁住夜晚自動幫自己做系統維修同清理。其實人體本身係有好強大嘅自我修復能力嘅。而除咗輕斷食之外，喺指南入面仲提到一個好多人都估唔到嘅護肝幫手——黑咖啡。研究顯示，規律飲用黑咖啡唔單止可以降低脂肪肝嘅風險，甚至仲有機會降低患肝癌嘅風險。咁點解一杯黑咖啡會咁勁？因為咖啡豆本身其實係一個天然抗氧化物寶庫，入面含有大量嘅多酚類物質，呢啲成分進入人體後，可以幫助阻斷肝細胞氧化嘅壓力，同時又減輕發炎反應。另外，黑咖啡仲可以調節脂質代謝酵素活性，從源頭減少脂肪喺肝臟嘅沉積。不過喺指南入面亦特別提醒，飲用黑咖啡要注意幾點。第一，每日大概2至3杯就已經足夠，唔好過量。第二，重點一定係純黑咖啡，唔係加咗糖漿、奶蓋、忌廉嗰類甜品級咖啡。如果加咗糖漿、奶蓋，就完全係另一回事啦。唔單止冇護肝效果，反而仲可能令脂肪肝火上加油，咁就唔係保護神，而係變成催命符啦。第三，飲用黑咖啡最好安排喺朝早或者日間飲用，以避免夜晚攝取咖啡因，影響睡眠質素。因為睡眠不足本身係會影響脂肪代謝同血糖控制嘅，所以黑咖啡盡量避免喺晚上飲用。講完飲食調整之後，下一個對逆轉脂肪肝同樣關鍵嘅核心行動就係運動。而指南入面有一個觀點，可能會顛覆唔少人對運動嘅認知。
就算體重磅上面嘅數字完全冇變化，運動一樣可以幫你清除肝臟嘅脂肪，改善胰島素敏感度。呢個發現其實打破咗好多人一直以嚟嘅焦慮。唔少人做運動做咗幾個星期，一見體重冇乜變化，就開始懷疑自己係咪白做。但其實運動真正改變嘅唔單止係體重，而係你身體嘅整個代謝系統。點解運動可以改善脂肪肝呢？因為當我哋喺運動嘅時候，肌肉會大量消耗能量，為咗補充能量，肌肉細胞就會變得對胰島素更加敏感，主動將血液入面嘅糖分吸收同利用。簡單嚟講，運動唔單止係消耗卡路里咁簡單，佢更重要嘅作用係幫身體重新修復代謝功能。所以就算體重磅上面嘅數字未必即時有變化，身體處理糖分同脂肪嘅能力其實已經慢慢改善緊。當多餘糖分被肌肉優先利用，自然就冇咁容易送去肝臟，再轉化成脂肪積聚起嚟啦。正因為運動對改善脂肪肝咁重要，所以指南入面特別俾咗3大運動處方。第一種就係有氧運動，例如快走、游水、踩單車等等，建議每星期累積150至240分鐘。呢類運動可以持續提升心肺功能，加快脂肪消耗，同時改善身體嘅代謝能力。而有啲人體重基數本身好大，又或者膝頭哥有傷，根本跑唔到步，咁點算呢？呢個時候就可以選第2種運動處方，阻力訓練，例如舉啞鈴、深蹲、拉彈力帶呢類訓練。佢相比跑步對膝蓋嘅壓力會細好多，而且仲有一個極大好處，就係可以增加肌肉量。肌肉係非常重要嘅，佢係你身體入面最大嘅糖分消耗工廠。工廠越大，消耗糖分嘅能力就越強，身體對胰島素嘅反應亦會更好，冇咁容易出現胰島素阻抗問題。而對於一啲日日 OT 時間極度緊張嘅上班族，就比較適合用第3種運動方案 HIIT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高強度間歇訓練。佢最大特點就係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心率，能夠用比較短時間高效率改善心肺功能同代謝環境。所以與其不停揾最佳運動，不如揾一種自己做得到、做得舒服又願意長期堅持嘅運動。因為真正帶嚟改變嘅，從嚟唔係做得幾激烈，而係做得夠持續。而指南去到後半部分，開始討論另一個重要問題。如果已經積極改善飲食、增加運動同埋調整生活習慣，但經過3至6個月後，脂肪肝或者相關代謝指標仍然未見明顯改善，應該點處理？根據指引建議，呢個時候就需要由醫生作進一步評估。因為部分患者除咗脂肪肝之外，可能同時存在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高血脂或者較嚴重嘅代謝異常。喺呢啲情況下，單靠生活方式干預未必足夠，可能需要配合藥物治療，以及針對相關代謝疾病作同步管理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對脂肪肝嘅成因、風險同埋改善方法已經有比較深入嘅了解。不過喺臨床同日常生活之中，關於脂肪肝其實仲存在唔少誤解，而呢啲誤解往往會令人錯過及早發現同改善嘅機會。接落嚟同大家講解一下脂肪肝幾個最常見嘅誤區。第一個誤區就係以為瘦就一定健康。事實上，脂肪肝唔一定只出現喺肥胖人士身上，有啲人外表睇落好瘦，但內臟脂肪卻可能已經超標。醫學上甚至有個名叫做 TOFI。Thin outside, fat inside， 意思就係外面瘦，裏面肥。呢類人由於肌肉量不足或者長期飲食失衡，多餘嘅能量未必儲存喺皮下脂肪，反而更容易積聚喺肝臟同內臟周圍。所以判斷健康與否，唔可以單靠體重磅上面嘅數字或者身形去睇。第二個誤區就係以為靠保健品就可以解決脂肪肝。指南講得好清楚，目前冇任何保健品可以取代健康飲食同運動。如果生活習慣唔改變，再貴嘅保肝產品都難以真正改善問題。講到底，脂肪肝其實係一種代謝疾病，而唔係單純嘅肝臟問題。要逆轉脂肪肝，關鍵始終係改善飲食、增加運動、控制體重同埋提升整體嘅代謝能力。
另外，脂肪肝嘅管理亦唔係短期衝刺，而係一場長期戰。指南建議，患者應該定期追蹤肝功能、血糖同埋血脂等嘅指標，了解代謝狀況有冇改善。而有肝纖維化風險嘅人士，更加要按照醫生嘅建議接受進一步嘅檢查同跟進。記住，脂肪肝最可怕嘅地方唔係佢本身，而係佢背後反映出嘅代謝失衡。越早發現，越早調整生活習慣，逆轉嘅機會就越高。最後，我哋可以用一句非常簡單但又最核心嘅公式嚟做總結：科學減重加均衡飲食加規律運動，等於逆轉脂肪肝最核心嘅關鍵。脂肪肝真正嘅逆轉唔係靠某一粒神藥，而係靠你每日飲食、運動、睡眠同埋每一個生活嘅選擇，慢慢累積翻嚟嘅。就由今日開始，為自己嘅肝臟同埋未來嘅健康踏出第一步。如果你覺得今期內容有幫助，歡迎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同家人，等更多人認識脂肪肝嘅問題，及早關注自己嘅健康。亦都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開啟小鈴鐺，支持我哋繼續分享更多實用嘅健康知識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